鼓槌起落，声声震寰宇。革命铿锵，余音傲东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走进梅兰芳大剧院，观看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京剧打击乐音乐会。我是国家京剧院宋小川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主持人陈娟。今天呢，可以说是怀揣着向中国国粹无比致敬的心情，和宋小川老师共同在这里为大家主持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。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啊，主要以京剧打击乐为视角，向大家展示京剧之大美。这也是专门为国家京剧院第2届武戏展演特别策划的一场音乐会。本场演出呢，是以音乐会的形式突出京剧乐打击乐的艺术特点，同时展示我们国家京剧院不同时期在艺术创作中的继承、创新与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我们国家京剧院成立了管弦乐队。今天呢，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获得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的大力支持。在北京啊，每年都会有将近500场的音乐会，但是在这些音乐会当中呢，大多都是以西洋管弦和我们民族管弦为主。像我们京剧还有戏曲打击乐，今天可以说还是第1次在舞台上呈现。是啊，在我们京剧打击乐中呢，有板鼓、大锣、小锣和挠钹4种主要的乐器。在我们京剧古诗当中呢，是担当着指挥的作用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锣鼓连奏起落之间，让我们一起感受打击乐器一起一落、一放一收的美妙音律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戏曲表演艺术讲究的是一个口传心授，当然我们京剧打击乐也讲究师承。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接下来在舞台上，我们将会邀请出国家京剧院4位已经耄耋之年的演奏家登场，他们是我们的苏焕学老师。还有我们的叶铁森老师、徐锦忠老师和霍建华老师。哎呀，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啊！看到几位老师依然在舞台上散发着他们的光和热。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几位老师，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是75岁。我今年72岁。72岁了。我今年72岁。我今年79岁。哇，太开心了，因为大家的艺术生命还那么的年轻。在这里呢，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徐老师哈。您在国家京剧院这个演奏，您是挠拨？挠拨，对对，演奏挠拨有多少年了？我是从5、6年开始学的，到国家京剧院是1962年，哇，一直到退休。太感动了，我觉得人的一生都为一件事情做了奉献。再次把掌声送给4位老师。好，这么多热烈的掌声。那今天徐老师和3位艺术家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曲目呢？今天我们一会儿要演奏一个传统的唢呐曲牌，叫《五马江儿水》。这个《五马江儿水》呢，是唢呐跟锣鼓密切配合的一个混拍子。所以在舞台上呢，主要用来配合那个班师还朝，或者是大队人马，发兵出征
就这种场面的曲牌。好的，那应该非常的有气势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掌声有请4位和我们的青年演奏员们共同为我们带来《五马江儿水》。宋老师，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，因为我们刚才在台上不仅看到了几位老艺术家的舞台风采，而且他们带来的这个音律呢，也是非常的丰富，非常有层次感。是啊，我们的京剧锣鼓呢，一方面是在演员表演起到一定的作用，同时也是在上场、下场和亮相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京剧的锣鼓营造出一种气氛，特别是在不同人物、不同行当上场的时候，都是通过打击乐就分别出来了。那还真的是非常的传奇。是这样的，好，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听，一个一个欣赏，让我一个一个的给您解读。非常期待。好。这是京剧当中的声行的出场。
这是京剧旦行的上场。这是京剧净行的上场。这是京剧丑行的出场。